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内卡尾，台语安尼写内卡尾。华语的垫脚尖，台语讲内卡尾，就是脚跟抬起，脚尖着地的这个动作。伊想要去啉酒，惊因某知是连卡米手内卡尾，偷偷啊旋出门。楼骹咧迎妈祖，楼顶一阵囡仔，内卡尾百里的窗仔门看闹热。伊生做无介悬，所伫翕相的时，拢惯是内卡尾。我嘛是无够悬，就算内卡尾，也是摊袂着架仔顶的物件。若坐伤久，也则是徛伤久，骹腿酸麻无力，讲赶紧内卡尾会当改善。中医讲内卡尾有侪侪好处，内卡尾会当帮助心脏变强变有力，内卡尾会当增加骹目的稳定性。内卡尾会当减轻骹头乌的负担，内卡尾会当促进骹腿血液的循环，防止浮骹筋。但是内卡尾嘛袂使内伤久，讲莫超过5分钟，而且搭配春运的运动上理想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内卡尾实在真趣味。